好，如果你係想喺倫敦5區入邊揾一個低預算、高回報嘅投資項目，帶嚟一個長期而穩定嘅租金收入嘅話呢，以下呢個項目呢，你千祈唔好錯過啦。咁點解話呢度嗰個租客群體會穩定呢？因為呢度係一個社區安全排名全倫敦排名 Top 3嘅地方啦。咁吸引好多高質素嘅家庭喺度定居嘅，同埋呢度呢係呢區有5間grammar school， 咁都係全英國排名頭30名之內㗎。每年入讀呢個牛劍嘅比率呢都係超級高啦，咁所以會吸引到好多家庭嘅租客，一租就係講緊可能4-5年嘅時間咯。因為呢度係倫敦5區。咁去到市中心咧，其實亦都係非常之方便啦。講緊大概30分鐘到咧，你就去到呢個嘅 London Bridge 啦、Victoria 或者係 Waterloo 呢啲市中心嘅地方啦。咁變相咧，爸爸媽媽去市區返工又方便啦，小朋友喺呢度又有啲好學校啦，社區又安全啦。咁所以基本上家庭嘅租客咧係非常之中意㗎。最緊要一樣嘢，而家呢度個2房呢，講緊大概個樓價係43萬起。基本上如果 within 50萬嘅話呢，已經有唔少選擇㗎啦。咁個 gross yield 呢，其實係做到大概6%到7%嘅呢個比較高嘅水平咯。除咗家庭租客之外啦，亦都正如啱啱所講啦，因為呢度雖然係冇地鐵，但係火車站就喺個盤隔離嘅啫，同埋高街呢，亦都係喺個樓盤隔離嘅啫。咁所以基本上一啲young professional 咧，譬如話我可能唔使日日返 office 嘅，我一個禮拜返1到2日嘅啫。咁嗰啲 young professional 咧就會係嚟到呢個地方租樓，生活環境係非常之優美嘅。講緊我哋呢個區嘅綠化嘅比率咧，亦都係非常之高。咁除咗呢啲喺市區返工嘅 young professional 之外咧，亦都有一個非常之重磅嘅消息啦，就係政府已經拍板興建喺 Sutton 興建一個全球最大嘅癌症研究中心，係耗資10億英鎊去興建嘅。咁到時亦都會有好多呢方面嘅專業人士可能會喺度聚居啦，為我哋帶嚟一啲穩定而且高質素嘅租客群體。所以如果你係有意思喺倫敦投資，想揾一個低預算、高回報，而且係租客群體穩定嘅一個樓盤嘅話呢，呢個會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如果你有興趣嘅話，記得盡快聯絡我或者我嘅團隊啦。我哋係會有啲獨家嘅優惠俾翻大家嘅。